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位是高雄市议员郑明如，减重30公斤，这届顺利来连任，特别受到注目。郑明如昨日的面册抛出着伊4年前甲4年后就任议员的对比图，互袂少网友是撮一条，袂输像换一个人共款，大家拢真怀疑讲，这敢是同一个人？ 抛出上任的相片，高雄市议员郑明如顺利连任，真欢喜。是讲伊4年前上任的时是安尼。2018年，郑明如以新人的姿态当选议员，头毛短短，笑甲真灿烂，嘛较碰皮。甲即马比较一个，网友讲吵到真，个人笑讲原来是4年前派阿姨出来选的。啊，身材好睇啊，较好啊，嘿，有较水无？有啊有啊。对。 面对镜头行路真有自信，郑明如为了增加体能，2020年控制食食食运动，4个月就瘦28公斤外，一直维持到即马。因为改变伤济，有的选民是雄雄认不出来。常被问到的是，到底是不是本人？就即使我本人出去拜票还是什么，都会被说，我本人为什么都没有亲自出来拜票？ 同款引起关心的，还有嘉义市新任的议员颜色不分蓝的支持性专区颜色电信节。 伫宣誓典礼时，虽然清查真简单，依然有真侪议员甲伊翕相。应该可能会比较需要专注在我的咨询表现之类，或是相关的监督政策。然后服装的话，我觉得也是以个人舒适为主。虽然是用外形的打扮，互人注意到，不过议员希望讲市民会当加看伊未来的文政表现。 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